台南的水道伫咧1922年启用，当时咧兴建的时阵，为着要改善人民生活中无清气的水通啊用。当年咧兴建的时阵，日本人伫园区内底种真侪百日青，目前园区内底阁有超过40粒树林打到100岁的百日青。今年拄好是台南山上花园水道博物馆启用100年。9岁上午，台南市长黄惠铁特别到现场，各为博物馆阁加种22粒的百日青树苗，希望当阁延续100档。来到台南市山上水稻花园博物馆，那这边真的是一个浑然天成、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除了在当年在赖清德前市长担任市长的任内，由台湾省自来水公司移交给台南市政府之外呢，我们这几年来，大家把它这个地方经营到成为一个全国非常知名的一个景点。除了可以回顾当年的台湾的自来水的历史以外呢，也可以看到这边山光水是非常的漂亮。最重要的地方是这里的罗汉松群，价值连城，是非常价值不菲的。那今天很高兴，我们自来水公司胡董事长、李总经理他们的帮忙，能够这个致赠台南市政府一批非常珍贵的罗汉松树苗那相信在若干年后，一定又要变成绿树成荫，而且又是价值不菲。整个水稻博物馆占地大概50公顷，所以这个地方的维安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希望说，一方面保护古迹，一方面保护珍贵的罗汉松，一方面能够欢迎大家来做这个科普教育和这个文化教育希望大家来珍视，而且一定要来这个水稻博物馆。清气的水源一直以来拢是咧影响着民生的生活品质。9号这天，市长阁有各位贵宾共同来种入去代表传承的百日青树苗，表示台南水稻延续以前到现代传承的精神。为着要庆祝100档，预计伫咧10月9号会举办自然生态阁有水资源等多元领域结合的庆祝活动。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